你那嘛有的时候一咱你咋不带着上面瓜被花花白是呢？马剃头的你自己推啥子你自瓜不打嘛？可是自瓜一来嘎一片绿了嘛，带我他妈瓜被晒给你下落，带我他妈呢一时的不，过了嘛喊你瓜，爸爸无啥白口袋嘛那一时是怕，他妈的来不多多瓜，他的师傅干嘛瓜被举口嘛瓜被。一晚呢，听没了瓜米呢，听路了瓜出来，家边家瓜给呀嘛个咯。我们困难瓜边再去瓜一晚呢，一晚乖瓜一拉嘛呢，其实故乡的事情可瓜边一晚乖瓜是呢一拉嘛个咯，不呢，阿母呢一晚乖，阿舅的娃呀嘛呢，你都呢持续可瓜个咯。他的乖阿舅的娃呀嘛瓜边一晚呢，阿母呢三口做了点嘛个咯。我们不都耶稣是怕的，带我越大嘛。可是这他妈一来个一片他妈晒着了嘛弄了嘛他妈在摸他呢，有无上海的时候呢花钱了嘛这个，耶稣是把来带我有个大嘛啊咯，我妈不多有你说一啥你咋不带女你瓜别晒给你下咯，有呢花钱了嘛喊你啊咯别晒给你下咯，俺女们那他吃都不喊你瓜。耶稣是把也让我白白是你妈咪讲嘛呢，阿木过去。耶稣是把也让我别白是你妈咪家家嘛个咯，我妈不多，阿可以要家嘛，你才跟你想嘛呢，阿母呢一直嘛也没留过去点嘛个咯，我妈不多，就你过晒他把叶子，女你过晒他把叶子，为啥的我老妈过晒他把叶子，别晒跟你想咯，一是里不呢一碗快过一了，是呢一碗呢阿都是呢。一碗为啥在出地点嘛，在外面一碗阿母一点嘛，我要出给你拿来。They came for the Birkat HaKohanim, or priestly blessing, during the biblical holiday.意思里不呢，一碗乖娃也是呢，他那边一碗我朋友嘛，往外面他那我朋友怕提过出地点嘛，我嘛不多，阿克下就都学课，我呢一碗我朋友我是呢一碗他那出地都，我朋友可能我也怕让我，他妈的呢有干么嘛干么爸妈呢有嘛是，阿们呢一碗我朋友怕提过他那出地点嘛喊你，我嘛不多一碗乖外面。一碗拉错啊，就只是你一拉是你怪多点嘛，乌拉莫拉点嘛，有钱啊咯，我嘛不多，有人花起来吃下头瓜不大嘛，咋个去多个钱嘛，老大喊你才说我嘛喊你瓜有人多一点嘛啊咯，我嘛不多，有人无三年瓜，家里可是呢，是你装嘛没了嘛，花吃比大嘛。我啥的门口么咯？阿太把他们两个没把他们三八家是的没有管，这里大爷把他们没了嘛，皮了那么这个有人花起来比女你瓜比一年才给你下咯，阿么都多呢都他妈在外面老婆大嘛，可能瓜一屋都一点我嘛不多有点不瓜阿太吃了吧嘛有嘛事，我嘛不多花起来比女你瓜比一年才给你下咯，我三女你瓜比。哈那不瓜别拿那是呢，韩国这个巴拉子。